台大政治系邀请3个党的总统参选人甲学生来做伙对话。民众党郭文哲就强调讲，爱先互国内政党和解，才会当互两岸和平。那民进党热情就是讲，投资少年人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两个人是拢真积极伫咧揪少年辈选票。那国民党侯友宜昨昏的行程是拜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要来争取党内支持，所以是无去参加。亚太青年协会台湾大学政治学会举办校园总统马拉松，邀请3党总统参选人甲青年对谈。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确定出席，不过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因为有既定行程无法度出席，所以特别录一段影片回息咧。要甲党国讲一声歹势，因为先前我已经排定出席一场南部的活动，所以即马用影片的方式，先让大家见一个面。我一定会再找到时间，今日来跟各位同学面对面。侯友宜拜六落南去高雄，透早拜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进行早餐会。王金平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看侯友宜有啥物需要，拢会提供参考。侯友宜表示，这届选举将严斗，感谢王金平的斗3工，嘛谈论到两岸议题。郭文哲指出，台湾自主是底线，强调国家治理，要求台湾社会和谐，爱先做到政党和解，才有机会两岸和平。赖清德强调，古今中外少年人的理想就是国家前进的动力，台湾嘛同款。马英九去访中，蔡英文去访美，是证明我们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所以联合政府团结台湾的人我们希望国内的社会和谐的也要先做到政党和解。年轻人对民进党批判的力道，也是民进党检讨改进进步的动力了。投资年轻人，等于是投资台湾的未来。赖清德、郭文哲前进校园抢攻青年票，侯友宜是持续寻求党内团结支持，拿力被总统参选人积极备战2024的总统大选。记者综合报道。